同我白頭到老。點解喺最重要嘅時候，你竟然唔喺我身邊？好彩有靚仔陪住，係拍戲啫。喺新戲6福喜事做夫妻，提早體驗生 B 之痛。嗱，千羽話有上網睇片做功課噶，只不過睇完都唔係好咁順產咁咯。唔緊要嘅，反正遲啲都用得着噶。但係峰峰呢，就要等到10年啦。